一跳出嚟嘅時候呢，咁啊慢咗集奪賽騎兵好心思啊！前面快噶嘛，大外檔卡卡大師啊，內欄有進取，中間電子威龍同埋心妙獵鷹啊，再外邊有起跑得，中間呢就係銀子彈啦，再後邊有金桂飄香時呢個呢線路明星啊，後一踏嘅馬啦有好心思啦，出邊有金刀銀鑽啊，尾四位置有活力名寶啊，咁啊中間呢就你知我贏內欄奪彩騎兵啊，咁啊遠遠包尾嗰隻呢就升任有餘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個香港體育院灣啊，前面帶出嚟嘅馬有大外檔起跑得，內欄呢就係呢隻金桂飄香啊，中間卡卡大師頂住噶啦，再後邊嘅馬第四位有電子威龍啊，咁啊內欄位置呢仲有隻進取噶，後一浸嘅馬啦，仲有呢出邊就銀子彈啦，中間呢仲有呢隻心妙獵鷹淺藍衫噶，內欄線路明星，數後邊嘅馬中檔有好心思，出邊金刀銀鑽啊，後邊嘅馬匹啦先見到呢有呢個奪彩騎兵啊，活力名寶啊，尾二位置你知我贏包尾嗰隻呢就升任有餘嚟噶，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透出嘅馬見到中間起跑得啊，埋邊卡卡大師上嚟噶啦，咁啊見到中檔位置呢，仲有呢隻進取追緊啊，外邊好心思亦都騎緊上嚟啊，大外檔有活力名寶追緊啊，再入邊嘅位置仲有起跑得都未散得晒，最後200米前面好心思已經係脫穎而出啦，埋邊卡卡大師一路捱緊，大外檔上嚟嘅馬呢，仲見到有呢隻活力名寶中間係進取啊，接近終點嘅時候啦，好心思到唔到呢？但係埋邊卡卡大師搏埋呢幾步上嚟，卡卡大師贏啊，第二名好心思，第三名進取啊，第四名應該係你知我贏嘅機會係高啲啦。咁啊結果呢，以為好心思最後50米都到啦，但係埋邊嘅卡卡大師呢，搏你最後100仲有多少喺度，有大步，第三就進取。